我哋成日花好多時間喺預備嘅階段，鋪設金絲、清理雜草、調教內心，以至於我哋忘記咗所有呢啲準備功夫到底係為咗乜嘢。我哋慢慢習慣咗留喺嗰條叫做成長嘅走廊，但總有一個時刻，預備工作會圓滿結束。到時嗰條橋唔再係一個計劃，而係一條真正嘅路。呢個禮拜並唔單止係一場練習，而係一次有意識嘅空間清理。你一直喺度清除舊有反應嘅雜亂，係為了騰出空間去迎接一種全新嘅內在權威。你並唔係單純喺度等待，你係一直喺度變得預備好，將你嘅生命想象成一個器皿。嗰啲預備嘅功夫，你設定嘅界線，你守護嘅寧靜節奏，純粹係為了加強呢個器皿嘅結構。點解？因為你冇辦法用一個脆弱嘅容器去承載一個高頻率嘅生命。你需要輪續嘅慢轉去建立足以應付未來速度嘅容量。你需要精細調教過嘅琴弦去承擔音樂嘅深度。你並唔係喺度修理一個破碎嘅自己，你係喺度擴建你內在嘅建築，等佢可以更好咁去款待你自己嘅靈魂。當你由預備跨越到現臨 presence， 你同呢個世界嘅關係就會改變。你唔再需要向世界乞求允許去保持穩定，相反，你係將你嘅穩定帶俾呢個世界，因為你已經預備好。你唔再同身邊嘅混亂衝突，你唔再係一條幼細嘅線，而係一股深沉嘅暗流。你同那位偉大作曲家步調一致，唔再隨住表面浮躁嘅噪音起舞，而係跟隨住你用咗成個禮拜去尊重、去磨合嗰種生命設計嘅穩定脈搏。所以，當你踏入呢個週末，請你意識到，預備工作已經完成。你已經預備好去接納嗰啲祝福、連結，同埋嗰份唯有呢個特定版本嘅你先可以承載到嘅和諧。唔好行反轉頭去嗰啲雜草叢，唔好單純因為熟悉就走返去舊時嘅路。行上你親手起嗰條橋，住進你親手預備嗰間房。請相信，對於即將到臨嘅生命，你而家嘅形狀啱啱好。當你發現自己終於預備好去迎接你一直祈求緊嘅嘢，嗰種感覺係點樣嘅？等我哋喺留言區分享一下，我哋點樣帶住呢份預備好嘅姿態踏出下一步。